招晒啦，開估啦，要埋牙治療㗎啦，係咪先？治療咧就其實咧手段上就唔係好多嘅啫，講真一句。咁啊就其實舒緩啦，講真一句，第一個首要任務咧就出好嗰個 primary disease 就 AMO。依家有藥醫㗎啦，依家都有啲係咪？有啲唔同嘅藥物啦，有啲標靶啊，有啲即係撳住個免疫系統啲藥啦，都有嘅。咁最好醫好佢，咁啊繼而嗰個脊髓啊，或者嗰啲眼睛嗰啲神經線啊，或者腦幹神經都會好翻嘅會。咁啊會，如果覺得好翻就繼而嗰啲膀胱嗰啲傳遞都會 back to normal 嘅應該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就其中一個都唔即刻理啦。咁可能要中間有啲咩幫佢咧咁樣。如果唔係好嚴重啊、失禁嗰啲咧，我哋要保守治療嘅會。保守治療咩咧？嗰啲尿墊啦，譬如話啲 pad 啦，我防止佢滲出嚟啦，可以都如果唔好理佢，唔好理我嗰啲。如果嚴重少少嘅話，要尿布啦、尿片啦，咁啊幫佢吸多啲啦，冇佢都可以行動到出去社交啊，去正常嘅生活啦。如果屋企嘅話，可以用尿壺啦 urinals 啦。尤其是夜晚啊，老人家嗰啲咧，有時佢行動又唔方便，有時候頻頻小便，行去廁所嘅話咧，就危險㗎啦。好多時夜晚跌親啊、冚穿頭啊、斷骨咧就呢啲㗎啦。所以你唔好介意用個 urinal，希望暫時性啦。做住乾隆王先啦嚇，係啦，真係會有事發生嘅會，因為呢個可以幫到好多嘅，真係會幫到好多意外啊，都防止到嘅。咁呢個係保守治療啦。藥物咧，頭先講話有啲叫做神經性膀胱炎、膀胱啊嘛，即係佢不止收縮啊。我啲藥咧可以幫佢撳低個收縮嘅。咁啊，譬如話我哋常見嗰啲 oxybutynin 啦、tortellidine 啊，或者叫做嗰啲 Visicare 好多唔同種類嘅啦，都唔同嘅款式啦。但係呢類藥咧，通常嚟講有啲副作用嘅，例如咩咧？口乾、眼乾，會便秘。好常見嘅呢啲，當然越新嘅藥少啲嘅機會啦。如果我食標條差唔多，你食親都有嘢㗎啦都。咁啊，如果 Visicare 都好啲，都10%、20% 嘅啫。但係都如果有又好煩嘅都，因為都眼乾口乾啊啲咁嘢。嗰陣時嗰啲 glaucoma 即係青光眼又唔用得嘅，青光眼小心啲，因為嗰間眼會嗰個眼壓越嚟越高嘅會，我有食完之後，所以有啲情況真係用唔用得嘅。咁另外咧就話嗰個 beta-3 adrenal receptor antagonist 其中一類啦嚇，咁啊可以幫助放鬆膀胱嘅。咁啊即係 Bemiga 啦 ，Bemiga 大家可能都聽過用過啦都。咁啊可以其中一隻，但係我哋個經驗咧就佢唔夠啲嗰啲Visicare 好嘅嗰個放鬆能力。咁啊 Bemiga 就好就佢可以冇咗眼乾啊、口乾啊、便秘嘅問題，但係佢繼而咧會有引致個血壓高少少嘅會。如果你啲病人咧唔知道如果血壓高，再食嘅話咧，就可能好血壓越嚟越高咧，可能會其他問題啦，譬如話血管問題啊、心臟問題啊，冇問題㗎啦。如果你係知道嘅話咧，食緊藥嘅話就唔驚嘅，當住血壓就唔驚，就唔係太慌張。咁啊少啲嗰啲眼乾啊、口乾啊、便秘問題啦，呢個就。咁你話插喉啦，如果有病人真係成日都藏好多小便屙唔清嘅，譬如話200-300 cc。屋企屙唔到㗎啦都，可能佢個膀胱收縮力差咗啦，或者佢個 DSD 啦，咁你插喉㗎啦要放小便嘅，如果唔係咧就好問題嘅，又會谷上去啊之類啲嘢，發炎啊啲咁嘢。插喉都有兩款嘅，一款咧就係自己自行插喉 ICC， 第二咧就係長期攬尿喉。嗰兩個有好處唔好處啦。如果 ICC 嘅話，自己自行導尿嘅話咧，就要4小時導一次，4導一次。但係病人方面咧未必做到，原因就係眼未必見到，第二手腳未必可以 coordinate 到插個窿仔。好多時咧病人做到盡量做啦，如果唔係咧就要靠其他人幫佢啦，屋企人啦或者工人看護啦。但係記住咧，4小一次咧係好 demanding，唔係咁易可以做到㗎。病人自己 OK 啦，如果你話揾人幫手嘅話咧。嗰人差唔多24小時陪住你，即係幾辛苦嘅都係。咁當然呢個可以嘅話咧，就可以避免一條喉仔問題啦。條喉仔咧，如果長期攬尿喉嗰啲咧，就機會感染啦、發炎啦、
條喉會塞啦，有啲會塞住又谷住出唔到尿啦，又要定期換嘅條喉又，咁咧呢個咧就長期尿喉個問題啦，呢個係。咁啊，如果 IIC 嘅話咧，避免咗呢啲問題，但係要代價就係要自己定時做，4小時做一次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常用嘅手段去幫 animal 病人。如果有排尿問題嘅話咧，睇視乎佢邊隻有幾嚴重啊，做咩工作去幫佢。咁我頭先講過啦，因為佢個病人本身自己咧都辛苦嘅都，但唔好唔記得幫佢人都辛苦，因為第一個心血好緊要。同埋起身好多嘢幫病人㗎，所以我成日我唔係而家講啦，如果廿零30年講書都係 care the carer， 即係照顧者啊，我唔係打錯字啊，係照顧者啊，即係個照顧者都要照顧住佢，因為大家一個 long battle 嚟嘅，即係一個長期嘅鬥爭嚟嘅。咁你係唔係一個禮拜2個禮拜，可能好長啊，半年1年啊咁樣嘅，咁啊個時間就好長啦，咁啊大家度要融合啊磨合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可能要中間要 break 嘅 break 意思嘅話，可能要揾人幫下手啊，中間唞下氣啊，或者出去唞幾日啊咁樣，即係有啲咁嘅做法咧，就可以舒緩下，即係成日講話長翻長有啦。如果出到好盡啊，啪一聲就斷咗咧，就搞唔掂㗎啦。即係要照顧者啊，要即係大家要全面睇啦，幫個病啦要。